咱台湾的民间团体乌琴学院发起接力护台湾的活动，要用行路的方式来表达守护台湾民主的立场。今日是呢，这队伍是行到彰化，有不少支持的民众到现场收听，大声发出保护台湾的决心。民众伫中华火车头前大声喊出守护台湾的口号，由民间团体乌琴学院发起的接力护台湾活动，11月30位高雄出发，要用9天的时间行到台北。拜三日是队伍行到彰化市，虽然天气小热，但是支持者表示，大家共心团结守护台湾的感觉真好。斗阵的人哦，来行这段路哦，咱感觉足欢喜的，嘛感觉足有信心的啦。希望我会当用我家己力量甲台湾的自由民主会当用阮的双脚甲传落安尼。即个资料吼，咱看到的、听到的，拢无一定是正确的。即个活动咱出来外口，安尼守护台湾行一阵，确定伫路会拄到足侪无共意见的人，咱就会当互相讨论。乌琴学院表示，中国这几年不时用各种手段压迫台湾，希望透过群众的力量，提高民间防卫的意识，表达捍卫台湾主权的决心。主要是要向社会还有国际，就是宣告台湾人抵抗意志台湾人不是那么的灰心丧志，台湾人会保护我们自己的土地，不向强权屈服，台湾人已经做好准备了。主办单位表示，因路有不少自发性加入的民众，有人家己制作标语、野鸡啊声援，徛出来守护台湾。目前路途已经行一半，预计伫初8这天行到上尾站台北，完成380公里的接力步练行动。最后会伫台北华山园区用人阵摆出英语 Defend Taiwan， 向世界展现台湾人守护台湾的决心。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